传调。摇花有灵敏，有稳定，无快快受气，各有丰盛的慈爱。咱就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未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下就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那么做伙参考来祈祷。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赐我平安。全能慈悲的阿爸，被上帝，愿感谢你。你若是善良、佮诚实的祈祷，拢总是对你啊所来的。我求你拯救我，脱离迄个宿命的轮当，意念的分散佮消掉，我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我借着虔诚的悔改，会当得到我所需要这个恩惠。上帝有大美国第46任的总统拜登先生，以及副总统贺锦丽女士，因已经得奖权了。我求特别上帝赐福，予新政府所有的这个文武百官因。拢会通遵行圣经的真理来治理美国。但随望我若看到其中有变性人，然后有同性恋的官员，因的执政，但明明是一个查甫人，却伫电视节目顶面伫介绍着另外一个查甫人，讲是伊的丈夫。实在是互人有一个性别错乱的一个感觉。那美国国会伫顶面竟然出现着一款，互人真无爽快的这个观感。那我也恳求特别上帝的公义，来充满伫这个乱象的社会内面。我们实在是真歹忍受着由这个变性人来担任这个教育部长。但我更加期待着新的政府会通专心来投入肺炎病毒疫情的这个传染，用更加多这个人力物力来投入伫这个疫苗的这个研发，不但有的这个病毒来减少，也会通阻碍新变种病毒这个传染的速度。但经过这回总统的大选，美国的社会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两极化，现在更加是恢复团结合一的时阵咯。所以我也要呼吁起来，无共款政治理念的人，也着爱学习，要安怎来彼此来尊重。但对那以后，美国的病毒的疫情吞下下面，会继续来拼经济，来阻碍遐个将来要来这内忧外患，以及消除种族的这个歧视，互美国才搁一摆会当伟大起来。愿最后所给的宝血，
来洁净，来保护着阮。有新的一年，有新的政府，互阮会当看到将来美国有一个新的亮光，有一个新的愿望。那今天是阮要出来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斯。规个水里面阮，用今仔日所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着荣耀，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食做上帝赐福的管道。但现在求主你请起罗布的嘴，圣神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阮大家拢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约书亚14章6节到14节。第6节，迄时犹太人伫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亚夫尼的囝加勒，甲伊讲：早伫加德斯巴尼亚，耶和华对上帝的奴仆摩西所讲，关系你我的代志，你拢知。耶和华的奴仆摩西对加德斯巴尼亚找我偷看这个地，迄时我拄啊40岁，我尽我的心回复伊，总是甲我上去遐的兄弟，互百姓心失志，独作我专心对耶和华我的上帝。当日摩西就说讲：你的脚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罪业，因为你专心跟对耶和华我的上帝。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地已经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这个话的时，看现今我85岁了，我犹旧勇健，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互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见，伫遐有阿拉族的人，伊个城旷大坚固。若耶和华甲我伫咧，我就要赶紧出，照耶和华所讲的。约书亚就甲伊祝福，用希伯伦互亚夫尼的囝加勒岁业，所以希伯伦做基尼洗族亚夫尼的囝加勒的产业，直到今仔日，因为伊专心跟对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的有言，各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们。这条要来学了，荣耀能力归耶和华。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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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王将官，地高月弯，统管全地大君王，予咱来做声好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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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灵力归呀好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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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官兵归呀好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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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醉红将官。高原湾，统管全地大君王，予咱来做声好路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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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心家归呀好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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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归主爱归呀好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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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做王将官，伊高原湾，统管全地大君王。予咱来做声好路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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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王将官，地高原湾。
路。亲爱乡亲、时代、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伫这个网络顶面，有关着这个疫情的消息，亲像讲病毒的这个卡热、得病的人数、死亡的人数，以及这个疫苗的研发等等。拢是这人所伫关心的这个题目。那么最近伫这个网络顶面，有看到即句话安尼讲吼，伊讲疫苗毋是上介好的抵抗疫情的方式，讲白字头以及悔改才是。所以即句话就带互基督徒有一个反省思考的方向。伫这个圣经中，瘟疫是上帝管教之一。比如讲，上帝伫这个埃及所伫实行这个10个灾难中间，瘟疫就是其中一项。伫民数记12个探子去探考这个迦南地，有10个探子报这个歹消息，结果这个报歹消息的人，拢去遇到这个瘟疫的攻击。死伫妖化的面前，
要可能甲伊一党的人，捌挑战摩西甲亚伦的这官兵，互上帝非常的受气，也降落这个瘟疫，死1万几个人。那么代表讲，伫数点百姓时阵，也互上帝非常的受气，所以嘛降落这个瘟疫，也一共死7万多人。民数记13章记载着一寡人的名，就是差不多是咱拢毋捌的人是啥物？因拢是车派去开探这个这应允之地这个探子。那么这人每一个拢是因的支派中的这个领袖，因拢是被公认有领导能力的。总是呢，到最后因拢总消失无去咯。独独只有约书亚甲迦勒，伊带着好的消息，对因的使命倒转来时，其他探子拢是因为因认为有可怕的民族住伫迦南地，所以来反对百姓进入这个所在。总是约书亚甲迦勒因知影。上帝必定要为着因来开路，来促进一切的百姓，爱凭着信心、勇敢地来进前。那么，为什么约书亚甲迦勒甲正人无共款的想法呢？咱来对上帝甲摩西所讲的话来去找到这个答案。你讲吼，独独我的萝卜迦勒，因为伊有另外一个心志。是专一跟对着我，那么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拢是赞同其他10个探子因的意见，因恐惊到家己会互这迦南的对敌所来毁灭。上帝命令迄10个探子，并遐个赞同因的人讲互讲，恁必定袂通进入我就抓应允叫恁踮的迄个所在。独独只有迦勒约书亚才会通进入去，就是恁的负责人囡仔，就是恁所讲要被掠的，我必定要将因带入去，因就通知影恁所仰慕去在的是迄个地。咱若无极力来遵照另外一个心志，咱的选择就会带来真侪负面的这个影响。这何等严格一个功课啊！就是如今要真侪信徒，拄拄是真侪遐个以色列百姓共款。显然，约书亚甲迦勒因内面有一寡物件，互因甲因的信仰的团体大无共款。当上帝讲这个人存着另外一个心志，那么上帝伊所指的是到底是指什么呢？上帝所推出迄个另外一个心志。毋是因族体上会当制作出来，因也毋是外在这个气力、勇气、热情甲决心的。旧约参孙就是一个例。参孙伊应允了这个拿西尔人拿西尼人的这个愿，承诺要来过一个严格这个宗教生活。参孙伊捌献身，真来侍奉上帝，而且是带着这个热情，甲以色列百姓去对敌来拍这个，甲对敌来相战。总是参孙伫家己的身躯顶悬，却拥有了真侪这个属血气的代志，所以伊就真容易来偏差。伫这个不虔不义的这个道路上，看起来参孙。有另外一个心志，总是伊的心却无全然归于上帝。咱过来看这个巴拿巴，对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那亲像是无有另外一个心志的人，伊并毋是约书亚甲迦勒迄款的火一派的这个人士，总是呢，伫上帝眼中。巴拿巴确实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心志的人，为什么？请思考，伊伫这个使徒保罗
比年轻的东江马可的身躯顶遐重要的代志，遐工作。保罗因着马可伫即个财团旅程顶悬半途而废，感觉到大受挫折。后来马可佫希望倒转来重新加入伊的行列，总是呢，保罗毋肯佫一摆，互伊参与。保罗的理由就是亲像下面所讲的话吼，我伫咱需要的时阵，马可离开着咱，我袂互伊倒转来咯。巴拉巴确实坚持讲，保罗这个少年人需要另外一个机会，伊需要咱用的人助来款待伊。重点并毋是关系到咱的成功，乃是关系到将马可栽培训练一个，叫做一个正宗的萝卜。巴拉巴，佫一摆，佫一寡这个代志是甲正人无共款的所在。保罗拄到亲像规信主以后，人都因为伊过去捌大逼迫信徒来惊伊，就是巴拉巴却接纳伊，相信保罗将来是要互上帝大大来动用这个器皿。简单来讲，巴拉巴有另外一个心志，你当是一个安静搁一温柔的人，嘛，我嘛是通遵着这个约束啊，甲家己的心志，家己用着摇花做伊的生活的重心。伊的心中只有上帝方愿，毋管迄个10个探子以及200万的百姓是怎样来离开放弃上帝的道路，伊只有专心要来跟对主的。为什么开探迦南地12个探子的中间，只有2个人徛伫摩西甲亚伦这边，家己个证人甲证以色列百姓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因为伊有另外一个心志，所以伊就有另外一个看法，嘛有另外一个行动。所以当以色列人拢惊下伫惊吓的时阵，伊无惊吓；当以色列百姓大家伫啼哭的时，伊嘛无伫啼哭；因拢伫发怨言的时，伊嘛无伫发这个怨言。因拢想要倒转去埃及的时阵，伊确实想要去迦南地迄个所在。所以呢，伊对准了上帝这个眼光，伊对准了上帝这个价值观，伊嘛对准了上帝这个时间表。所以世界人所爱，伊却无爱；世界人所要做，伊却毋爱做；世界人所惊的，伊却毋惊；世界人忧愁的时阵，伊嘛无伫忧愁。伫行事为人，伊拢是凭着信心，毋是凭着这个目睭所看见的。当12个探子是同一个时阵，伫同一个所在去开探的，虽然是有共款的情报，就是只有约书亚甲迦勒是倚靠着上帝气力，必定会当得到的。迦勒拄去环境所造成这惊吓，伊所使用的毋是人的标准，乃是上帝的标准。所以迦勒对逆境采取了无共款的态度，伊采取了正面积极的态度，将对立甲真歹的环境、苦难，拢来当作是好食的物件。哇，敢若咧食香菇肉羹咧。迦勒甲约书亚伫进入迦南地的代志顶面，无亲像其他的探子，受到目睭所看见的这个细节的软弱。迦勒甲约书亚面对着勇壮宽大的迦南，而且百姓经过宽阔的这个城墙，并无因为安尼死来惊吓，因专心要倚靠上帝，无倚靠家己的聪明。这乃是迦勒甲约书亚得到进入到流年甲密这个迦南地这个最主要的原因。迄个10位报歹消息的人，拢受到瘟疫的攻击，死伫耶和华的面前。除了约书亚甲迦勒以外，上帝刑罚所有毋信上帝、佫发怨言的以色列百姓。
袂通即个伊咒抓所收取的即个迦南地，迄代以色列百姓担当着是即个罪孽，伫旷野漂流40年久。那么其他的探子是甲伊的环境来讨厌，因的信心软正，并且是真正悲哀的就是因还阁是停留伫即个努力的心态的顶悬。那么这个无骨气，总是阁想要成做先锋的人，回报应允之地，个人拢亲像上帝所讲遐尼水。毋过呢，真不幸的就是因指出讲应允之地是由这个大汉人所统治的，佮有强大的这个军队来保护，并且充满着这个要塞的这个城市。因认为上帝袂记甲因讲内面有大汉人呢，而且这个大汉人是权贵高手呢。这10个探子用惊吓甲毋信来毒害在以色列百姓。对受到惊吓控制适度来讲，讲大汉人比上帝更较大。美国是因着过去有同款的眼光，伟大的先锋者的努力所建立的，所以美国现在是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无自私、无妥协的先锋者，即个爱国者，就是基督的勇士。包括政府的领导人、商业界即个男女、媒体人士、教育家，当然嘛还有教会即个领导的人。那么在21世纪的先锋者，必须需要去征服的即个边界，毋是实体山脉，乃是心态甲你的信仰。教会也是对这个先锋战士所建立的。同款是需要顶头生的。伫古早罗马竞场下面这个沙土，拢是充满着先锋，因的血甲汗，因拢是咱的兄弟姊妹。因伫天堂伫看到咱伟大的这个风采一样的这个见证人，拄拄伫听着新一代的这个改革者伫美国来兴起。但你的回应是甚么？我望你会当选择是属灵先锋战士的这个道路。假如以色列人所处在迄款的环境的下面，规劝因试看，互因安静落来。家己见证甲生活也甲别人无共款，上帝欢喜并且称赞伊。伫圣经中你真少看到上帝有一款的恶落一个人，上帝嘛真少讲某一个人是伊的好朋友，但是上帝却称呼亚伯拉罕，同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也只有一个人讲是我符合我的心意的，这个就是大卫。除了家己以外，上帝嘛无称赞任何人，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心智的人。但约书亚国家咧虽然是少数的人，总是因是对的，因为有人认为讲，只有大多数的人赞成的这个代志，拢总是对的。无拄拄哦，有真正时阵，真理却是伫少数的人这边的呢。加了伫其中毋信的时阵，甲其他人毋信的时阵，伊相信，因这人拢讲，咱袂话的时阵，伊讲。只要上帝帮赞咱就会。这就是家己勇敢的心。虽然对着非常的强大，但是伊拢毋惊。如果你若将圣经内面这个毋免惊，甲伊拗起来做一个记号的时，你会发觉到有真侪这毋免惊。你若愈读就愈明白这个真理伫倒落。会惊也是因为欠缺上帝同在信心。如果坚信上帝是甲咱同在，咱就无佫会通惊讶咯。咱来看圣经内面遐属灵的伟人，因为什么毋惊呢？是因为因知影上帝常常甲因同在。上帝伫因的身躯边，专业上帝，那伫你的身躯边为着你的加油，你减会跋倒嘛？
家己感觉到只有上帝同在，伊是无啥物通惊的。任何人、任何失败、任何失败，拢袂当互伊失去了勇气。任何代志，毋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拢总袂叫伊来惊赢的。最后，家己有一个吞忍的心志，家己好顶需要的这个吞忍。伊伫这个迦南地开探40个暝日，有10个甲伊意见无共款的人，每日拢针对着伊生活做伙，无疑问，因中间一定是常常起这个争论。根据圣经的记载，伊嘛是要将家己来杀死呢。因为伊讲阮袂，家己甲约书亚讲阮会，因担心家己会白白去丧死，所以因想要将约书亚甲家己甲伊杀死，甲伊杀掉。对伫以色列的人的背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倒转去这个旷野，搁再流浪40冬，家己也需要搁再背叛因40冬。上帝的应允才会通实现。等于要下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搁等5冬呢。约书亚才对家己讲：现在你通选定上帝要应允互你的地，家己就耐心听候45年，上帝应允才得到成全。家己需要好顶的吞忍呢。但上帝应允有时阵会延迟。毋是一日，毋是一礼拜久就会成就，爱亲像家己迄款的耐心，家己听候40年，就是互因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嘛着阁继续听候5年以后呢，家己这个约书亚才将上帝应允的地分互这个家己，所以家己总共等待45年，才得到迄个土地。但头前伊原都有一个真困难，伊进前甲希伯伦伫遐大汉人，原需要继续来征战。都是伊信靠上帝，伊有勇气，伊顺从，伊吞忍，听候上帝应允的这应验。结果真侪年代以后，希伯伦发挥更较大的这影响力，所以登上王位的这个大卫王，伫遐得到第一个宝座，所以当家己统这个征服希伯伦的时，伊拢无想到，伊拄拄是在为着大卫将来要统治以色列来开辟这个道路。所以如果恁在基督徒，咱伫基督内面，咱是要过落一个无烦无恼的生活，咱只会通做一件代志，咱就是爱求被上帝来甲咱更新，互咱有另外一个心智，存着一个另外的心智，就是让分别罪性的活命，咱就会通甲上帝对齐的这个生命。除这以外，咱无其他的答案。阿们。这边要来念回应的诗歌，就是以色列兴起。以色列兴起，通过主名，真理未来讨帮民，对圣安行出，救主以来已到，伫这恩惠的里。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路途。恁经过聚会，伫路中打好人，看我欢喜见选民，我要赐福恁，
今代志一旦，我要使恁明代志。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主，恁拢是属我，我已求属恁，将你刻掉伫我心，调入我生命，带因来归回，带因归回伫圣安。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以色列献去，通无主面，真理要来讨帮面，对圣安行出，叫主伊来依靠，伫这恩惠的日。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恁经过智慧，一路中把好人，看我欢喜见选民，我要赐予恁，黄金代志一旦，我要赐恁金代志。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恁拢是属我，我已求属恁，将你刻掉伫我心，调入我生命，带因来归回，带因归回伫圣安。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以色列献去，通无主面，真理要来讨帮面，对圣安行出，叫主伊来依靠，伫这恩
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恁珍贵智慧，你路中走咧，看我欢喜见选择。我要赐予你，不应代志，我要赐恁应代志。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恁拢是相我，我已求上你，将你见调伫我心，调进我生命，带来归回，带归回的心安。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条叫咱同心阿头三角的祈祷，主必听阿爸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那今日我对约书亚14章对第6节到14节内面，互阮来思想另外一个心智这个主题。那对今仔日这个事实内面，我看到约书亚甲迦勒，就是因有另外一个心智，因就有另外一个看法，因也有另外一个行动。因为当时这个百姓拢伫惊吓的时阵，因拢无伫惊吓。等于这个百姓伫提考的时阵，因也无伫提考。等于这个百姓拢伫发妄言的时阵，约书亚甲迦勒嘛无伫发妄言。等于拢想要倒转去埃及的时阵，约书亚甲迦勒却是要进入去迦南地，因为因专心倚靠上帝。无倚靠着家己的聪明，这是迦勒甲约书亚通得到进入迦南地的原因，因为因是对准了上帝的眼光，因嘛是对准了上帝的价值观，因也是对准了上帝这个时间表。如果咱也想要伫基督内面过着一个无烦无恼的生活，咱只有一件代志通做尔定，咱就要求上帝来经神咱，互咱有另外一个心智。存着一个另外心智，就是分别做成的生活。安尼咱就要甲上帝三对一的这个生活。除这以外，你无别条路通行无？但今仔日。咱如果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咱的故乡台湾，全世界的祈祷，讲个特别上个祝福咱所徛起的美国，咱所徛起的台湾，有这个喜乐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帮助，为
让早一日回归这个平静甲健康的生活。人生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他这个老师要给恁祝祷吼，咱支持咱来做来祈祷。愿天父上帝做来较灵敏，最后所祈祷稳定，圣神保佑所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主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这个算一过一段路，咱唔通伫后日，搁一摆共这个时间伫空中相甲见面。愿上帝祝福恁，愿恁平安，再会，拜拜。愿恁平安。着去借万变是最好事，甲伊行做咧几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求怜悯，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恁着记借万变是最好事，甲你行做咧几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求怜悯。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